论坛有学生提出中国平台会削弱台湾的认同感。罗总统表示，咱若无守护民主的意志，会甲中国当作夫人。天气热，吹冷气，屏东县所有20外个消防队要吹冷气，就要用假金卡，夜都用了，就要家己开钱。加拿大一个查甫人伫咧网络卖有毒的化学物质，协助人行地路，前后是造成超过100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0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开始，先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出席青年论坛，和300位高中一个学生交流。讲到国安甲主权的议题，是强调讲台湾得爱用实力避免战争。面对人质渗透，有学生是烦恼讲 TikTok 小红书是寡中国平台的内容，会互咱的认同感愈来愈弱。罗总统也表示讲，这是真严重的问题。若是咱无这个守护民主的意志，就会甲中国当作夫人。总统赖清德30日出席青年论坛，甲全国约300位高中职学生做交流。伊也借这个机会向青年学子做简单的国情报告。伊表示，总统有3项重要工作，包括互国家更加安全、强化经济存性，以及甲民主阵营徛做伙，以实力达到避免战争的目标。尤其面对中国的文武恐吓、对内统战渗透，需要强化自身的国防力量。我们编列国防特别预算或年度预算，进行对外军事采购，或者是强化国防自主产业，让我们更有力量。今年的论坛包括探索自我、公民素养、甲民主参与、走向世界、参科技甲学习等4大主题，展现青年对公共政策的关注甲思考。其中，空求高中学生提到小红书、TikTok 对台湾的影响。像 TikTok、小红书等跨境的平台，透过演算法进行遮蔽真实历史，长期下削弱我们处理复杂议题的能力以及民主认同。我身为总统，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这个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妥善的方式假以时日，哇，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了。会把中国当作是个好人呢？赖清德强调，这已经是国防战级的规矩，需要透过批判性教育，重建民主防线。各地现场只是文化部、教育部会当伫上课时，用过去的历史，和学生有论辩的训练，建立国家认知的论牌。那会当深化民主人性，也会当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是热到无吹冷气，就会心狂火倒。这屏东县所收20外个消防队要吹冷气，就要用假金卡。若是内底热都用了，就要家己开钱。县府煞是回应讲，只是为着要鼓励省电，而且屏东毋是唯一有这款制度的。台中、嘉义、台南、高雄、花莲、台东，拢有消防员安尼讲。卡片插入去了后，电源开启就会当拍开空调设备。每张大约1100块价度，用完想要搁吹冷气，都要家己出钱，后面代金不完。如果说今天的冷气费用超过了，你们有需要自掏腰包吗？昨天主计处处长也说不需要，那怎么一样是公务人员会有这样双标的规定？我觉得对于打火弟兄来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心寒。民代发现，屏东县20几个消防分队拢有这款的制度，即支县府电费超支，公务员无需要付费，消防员所爱支付是相同标准。黄汛期间呢，及台风期间呢，可能增加用电的需求度，如果电力还是电费还是有不足呢，我们将适度向县府来争取预算。县府回应，各分队用电状况无同，卡片的用意是鼓励节约，只是消防员防限制使用电器的状况未少。高雄、台南、嘉义、台中、花莲、台东拢有消防员反映这款的状况，毋是管制冷气使用时间，就是断电，也是大家平分超额的电费。消防分队它是24小时运作的，所以如果用一般公务机关的用电量来对比的话，对消防机关的分队来说，其实不太公平。第二个，我们想要说的是，以上分队的队员来说，平常要执行救灾跟救护的任务，那分队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好好可以休息的场所。
对此，消防署回应支持合理节能，也毋过活勤人员24点钟轮值备勤，高温期间适当使用冷气空调，就水甲休困的空间，关系安全休困、救灾救护战略。各地消防机关推动节能，要以无影响基本生活等情况为前提，会进一步了解实际需求，也无应该将成本转互基层。已经第2被发函提醒，各消防机关也会继续督促。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强蜜也咧变强，虽然是未直接扫来台湾，不过拜一上届我进台湾的时阵，有关系带雨水来，这方面的北部宜兰都会落雨。讲到落雨，这站嘛是黄霜雨季。今仔日透早高雄是有一栋40年的老房仔厝放起，好亲像就是前几工落雨造成的，加在内底无大人。30透早，高雄盐埕区公园街这间有铁片年纪的1楼平房，厝顶开始用，还不到1分钟，三座平地飞顺的结果地向厝边，把左等进车也对着机车。就瞬间有一个很大声的声音，持续大概5到6秒。台电是先断电，不然他们没有办法清啊。机车给你讲歹呀，这是还有挡住我们的门。这栋厝是日本时期老式建物，多年来废弃，好加在意外无造成伤亡。初步检判可能是当地连续落雨所造成。另外，今年第6号风台强密，目前继续增强，预计后礼拜8转了后向琉球方向行。去日本的游客要注意上新的天气变化。气象署指出，风台会伫6月初1较晚近台湾，这方面的天气不稳定。到礼拜1，台风距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会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迎风面的降雨。那其他地区主要就是以山区的午后降雨为主。前气象局长陈明典分析，因为有风台伫菲律宾附近造成台湾附近的黄霜雨面也产生结构上的变化。天气图上，黄霜雨方面东刷到远远的海面上，结果真歹维持未来1礼拜都未有强对流继续落雨这款的典型黄霜雨。记者综合报道。戏剧俱乐部卡比地早暗演出的时，是去防欠白菜甲白虾米，现场受困的工作人员甲观众去喷着。警方早暗是先抓着共犯，今仔日抓着主嫌。主嫌讲伊是因为买无票，才会想起安尼做。卡比地强调讲是绝对袂接受暴力行为，嫌犯的动机还阁爱查证。被抓到4个主嫌犯头拢无讲话，伊涉嫌伫咧离稿对有名的戏剧俱乐部卡米蒂等白贼蓝犀利的混合团，警方30中昼伫咧伊新北市树奶徛街抓着人。伊辩解讲，是因为想要看脱口秀，也毋过买无票，心内无欢喜，才会安尼去做。警方于案发后18小时内查获涉案郭姓男子及蔡姓男子到案，全案讯后依毁损、恐吓及公然侮辱等罪嫌侦办。这件公众场所攻击事件发生伫咧离岛北岸6点多，迄当阵，这个穿运动衫、戴红帽的查甫人，突然间走入去台北市复兴北路的卡米蒂俱乐部。提出伊事先选的白贼蓝犀利的混合团，等你店内了后逃走。混合团别开的时阵，现场臭毛毛，真侪工作人员甲现场的观众拢被喷到。警方专案小组发现，嫌犯伫案发进程是一个4岁查甫人骑奥多拜载伊到现场，做完了，各自共一台奥多拜逃走。即马被调查，是毋是有其他幕后主使的人？我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表达一些什么的东西，甚至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很搞笑，因为我们是做喜剧嘛，他可能觉得用这样的方法来泼粪表达不满，或是想要表达理念，其实有很多方式，但绝对不会包含破坏。迄暗伫咧俱乐部内面表演的是德水国演员黄玉和，伊的创作定定有考试中共领导人的施政政绩，真侪人爱听。不过是不是因为安尼生，才有人来喷杀抗议？就是你不可以因为你喜欢一个人的演出，或者你讨厌一个人演出，你就做出任何暴力行为、非理性的行为。俱乐部讲，这是因开店角单拄到上大的攻击事件，所有的工作人员伫事后也开始规个大摒扫，无到1点钟，佮重新开放观众入场。俱乐部讲，因无甲人结冤仇，也强调喜剧的内容，你会使批评，也会使无介意，不过绝对无接受任何暴力威胁，因会继续全力创作。记者综合报道。南吴大学5月28公告，这申请入学的录取名单，结果隔两天考生就收到简讯，讲这成绩是算唔对去，定假成绩单。
结果这考生是对正处变做弊处真失望。这回政治系、经济系加起来，计共有98个人成绩受影响。校方出面回释的。李贝对网络顶印榜单，看到家己伫咧政治系正数名单内底，不过过当天学校才通知讲成绩有错误，会搁定价。张小姐后生过去查了，正数变弊数，本来已经确定上榜，怎么心情变正歹？家长讲哪会出这种代志？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应该有的一个错误。东吴大学这么老字号，公布前，校方难道没有一个严谨的审核的一个制度吗？校长讲，除了简讯通知，国务长姚寄一张批表示道歉。不过讲会针对个别受影响的考生提供协助甲咨询。不过到即马也无清楚具体内容，也想要知影到底是出什么问题。我希望东吴大学能够把这一整个事件能够调查清楚，并且公开透明的让大家了解。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学校的榜单出问题，有一寡考生对正处变成弊处，已经上大学的考生也认为真含糊。蛮夸张的，应该这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但是他在出去前也没有检查，好过分哦！这个决定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之后面要不要都要考其他的，然后做些准备，或者是考虑说要不要去其他学校。东吴大学用文理回应，讲代志是因为有考生复查成绩，发现政治系加经济系面试的成绩计算有错误，因此总成绩受影响的考生，政治系24个人，经济系74人。学校主动用简讯等方式通知，要设专职窗口，提供咨询服务。学校强调，用正确的分数保障考生的公平竞争权益。不过对考生甲家长造成困扰，学校表示道歉，也启动检讨加改善机制。考生甲家长讲，因了解也尊重学校用正确的分数做录取的原则。不过为什么规件代志有错误？在过程中所拢无发现，因为学校讲会提供协助咨询，但是学生若想要无被录取，学校要安怎协助？记者综合报道。玉山的登山口有管制，爬山的民众多数是坐接送车上山。不过，昨却是有民众看到4架私人车直接驶入管制林道，互人质疑讲是用特权开放的。查内发现讲是有人乱报阿里山派出所所长的名义，值班的警察无详细查就发通行证。即阵值班的警察甲违规的车主拢爱处罚。玉山登山口连续停4台私人的车，车顶人员发现情况无啥着，准备要上车离开，稍后现场其他山友大声埋怨。我们笨蛋哦！我们下来，我们下来下来呢，我那个姐姐不撤下来呢。我们的笨蛋哦！我们下去哦，道歉。现场山友真不满，执行国家公园的管制规定，拄到后头车也是特宽道的西弯，离到下昼3点左右，四架民众顶1家人，驶4台轿车来到塔塔车小队门口。迄当时向值班的姓老警员讲，是阿里山派出所所长的朋友，想要申请进入管制林道。值班警员只是误信对方的讲法，就私自核发临时通行证，就放因入去。主动向该派出所查证，从未要求或通知塔塔加小队同仁协助换通行证。值班留员亦承认系其个人思虑不周与判断疏失，私自放行，并无施压关说之情事。确实，为保七总队第6大队在临时通行上核发确实有疏失之处。那我们将针对这车辆的一个进入来予以开罚，那每部车开罚3000元。保持强调，并无接到这个所长的相关要求，也会争取这名警员各管处也决定，以及违反国家公园法来开罚。资深的引路人表示，因为这段管制林道路真矮，为了降低对环境冲击甲考量安全，民众要去玉山登山口，皆当用行，还是坐专接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6月新制度，头一项是坐回驾驶要换驾照，满70岁者就要参加体检，抑佫有道安讲习才会当换。70岁以上的驾驶，若是有接到通知，就要赶紧去换，才袂去罚款3600。另外，这电钱的部分，6月1开始就要照热人的标准来收钱。一般的家庭平均是要加纳400几块。
最近全台湾拢正热，就算踮伫咧厝内也翕甲挡袂牢，所以真侪人伫厝内会开冷气，不过冷气一直开，收到电单要来时阵会心痛。使用者付费嘛，你的住家环境可以让你不用开，但是在城市里我觉得很难。太热当然还是会开，对，但可能就会稍微节制一点。大家关心是因为6月就要进入夏季电价，一个几多项新制度要开始实施。台电测算，家庭主体平均每个月电钱会增加到1084块，比唔是夏季时期的电价增加446块，起码加7成。另外，驾照的法规也有几多项修正，若是被吊销驾照3年以上，时间到就要先去教训班上课，才当重新考驾照。满70岁人就要经过体检加道安讲习，才当换照。过期无换驾照，相关罚3600。因那中华邮政是恢复收寄美国商品类邮件，为了要防止伊波拉疫情，疾管署宣布，自6月初2零时开始，除了紧急人道等4类特定对象以外，暂停公共民主共和国甲乌干达的民众入境90天，是新冠疫情解封了国际管制。记者综合报道。观光署公布，今年1月到4月来台湾的外国客是有299万人次。后者预估今年规年的观光客大概是900万人次，正歹破1000万。也若是咱台湾人出国，目前是已经比去年的同期增加2成，去日本的有关上济。超过1000名鲤鱼旗伫七彩公园、新北投捷运站4块飞飘扬，也有大型的鲤鱼从伫吸引游客停落来翕相。台北市北投区的夏日节即日举行，结合市集表演等活动，也吸引不少国际观光客。It's so good, yes, and the city is pretty well. Yes, so beautiful. So how many beautiful places? I want to drink nice coffee, and Taiwan has a lot of nice cafes. 观光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来台的国际旅客有29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大约3.8%，主要客源是日本市场有10万多人。学者略算以这个成长速度，今年来台观光客上看900万人次，1到4月出国旅游人次比去年同期加19%，略算今年出国人次可能来到2100万人次，出入境逆差继续扩大。我们疫情前是将近1200万了哈，大概是落差大概还有300万。那300万里面，中科大概影响200万。那日本市场日韩市场有减少一些，也许也影响了100万，这大概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去年国际旅客来台总计857万人次，今年游玩无法度突破7万，或者建议政府定期宣布调整机场服务费，就会当将计出来的收益，摕来打造观光重点设施，提升旅游市场品质。观光署指出，在旅客量渐渐回稳的基础上，国际观光的观察无过只是人次规模，而是关注形成实际带来的消费甲停留天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加拿大是发生毒包裹案件，一个60岁查甫人伫咧网络寄有毒的化学物质，寄予要买的人协助人行底路，前后竟然是寄超过1200包，造成41个国家超过100个人死亡，上较细汉的死者才16岁。欢迎外口受害者家属互相揽调的，因总算等到加拿大检方起诉害死因囡仔的嫌犯。这件毒包裹案件伫2023年爆出来，60岁加拿大前工程师兼总部师肯尼斯劳，自2020年开始，伫网络顶的网络论坛找想要自杀的对象，为致命的化学物质福因，国家使用说明。That's really hard to know that my son's died. There's a clear link with law. He knew what he was doing when he sent my son a suicide kit. 到代志爆出为止，已经寄出超过1200个毒包裹，收件的人除了英国、加拿大，也有澳洲、中国、法国等41个国家，至少造成超过100人死亡。上细汉的只敢若16岁，得到的不法利益比较29万7000加币，差不多代票680万。加拿大检方本来要用已经谋杀罪起诉嫌犯，也无因为过去的判例，嫌犯是提供物品，谋杀罪名可能无法度成立，并也甲嫌犯达成认罪协商。该罪行上悬判14年的教唆或者是协助自杀罪起诉，另外嫌犯离9伫法庭上认罪，因过受害者家属无法度接受。Después de esperar 3 años a esto es como una vergüenza para nosotros y más que todo que ese señor no da ni la cara
a las víctimas. Siempre está de espalda. Es algo muy doloroso para mí. 英国 NCA 国家犯罪调查局发声明，讲嫌犯敢若是甲112位英国人的死亡有关系。加拿大法庭伫咧量刑的时阵，也会甲英国的案件列入考虑，按算伫今年9月底开量刑听证会。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非洲的伊波拉疫情退烧，美国即阵是要伫咧肯亚起一座隔离所，伫咧海外有着伊波拉风险的美国人，拢会送去遐隔离。 若是较紧，就送去别国治疗，袂接转去美国。不过，这款做法是随引起肯亚人反弹。即阵肯亚法院下令暂停起隔离所。伊波拉病毒一直传，为了要防止病毒入侵去美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时间2月讲，绝对不准任何伊波拉病例入来美国。 We cannot and will not allow any cases of Ebola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feel like we've got good efforts in place to do that, and Americans should feel assured that. 卢比奥讲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已经甲肯亚政府协议，对肯亚的伊波拉疫情防范工作提供1350万美金的资金，要伫肯亚南洋子的来自皮亚空军基地起一座设施，内面有医疗照护资源，并且甲8点伫咧有伊波拉病毒风险的美国国民送来这座设施隔离。若是这个人确诊，就转送到第三国家治疗。不过肯亚民众无赞成，向法院提请愿书，要求禁止实施这项协议。 It's like the government has begun a lot of the money by the US, so it's like they are selling us. Wale wagonjwa mbona watolewe kule, wanatolewa kuja wawekwe Kenya. Kenya si dumping country. 肯亚奈罗比高等法院已经伫咧二日下令，伫6月初2开庭审理请愿案进前，暂停去隔离设施的计划。肯亚律师协会要求法院应该宣布这项协议无效，因为协议有公共卫生的风险，也无互公众参与，会互民众有严重的健康风险。另外，肯亚医师工会也发出48点钟久罢工通知，讲若是政府继续推送协议，医生人就要罢工。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 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迁评估报告指出，极端气候造成物种灭绝的速度是比正常紧100甚至1000倍。尤其是蜂甲鸭仔拢面临断种的威胁。万不伊蜂若消失去，食物无法度交混，连带这粮食就发不出来，会欠食食。为着互大众重视，有一阵少年家是甲国外蜂旅馆的概念引进台湾。因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带大家做伙来看。 什么是蜂的旅馆？这旅馆又有啥物作用呢？全世界差不多有2-3万种的蜂，大部分其实拢是孤徛蜂较济。阮做这个小旅馆就高水，你会当放伫你的厝内底，你会慢慢发现到，真正有一阵蜂会飞到恁兜来住。毒鸡蜂燃火效率悬，会当互食物够生炭，食歹也佫会掠残忍的害虫，会当甲农民斗相共。较早的人种虫啊，拢用手去掠虫，伊若一只蜂鸡甲阮掠5只、10只，阮的工就会较轻安尼啦。亲像纽西兰，因就有迄昆虫学家因嘛咧做这孤徛蜂的研究，因就放这独居蜂的旅馆，放伫咧田内底，伊就发现讲，伊会当甲这果树害虫掠足侪起来。蜂是生态环境重要的指标，保育的工课袂当搁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讲。 孤徛蜂听起来就甲迄蜜蜂啊、虎头蜂共款，拢是足恐怖的。所以我想讲，若是会使话，我应该是爱从囡仔开始教。那个吃蜘蛛的独居蜂，然后它那个关门的时候会用壁虎的大便来作为那个关门的材料，然后这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东西。囡仔除了会当关心这个议题了后，因会当对家己开始做起，然后再来影响因的家庭，上尾希望会当影响到阮的社区，希望因开始做保育的动作。蜂的数量减少是生态危机真严重的警讯，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做人类生存重要的条件，嘛是每一个人拢爱参与的重要议题。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玻璃仔，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
东部地区23度到31度，外岛地区23度到30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的，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